感觉就是人家常常讲说庭院深深深几许啊。餐厅大门石柱上还挂着50年前新南制冰厂的木牌，在还没有冰箱的年代，水果、海产都从冰场冷藏，有着老中立人的共同记忆。荒废了25年，直到陈红化和丈夫来到这里，他们把部分砖墙保留做屏风，融合中西风格，重新打造成餐厅。它没有经过特别美化，但是你就会感觉到它有不同的面貌。落实在菜肴设计上，也是传统与创意并存。西方人不喜欢带骨的饮食习惯融汇入中菜，猪脚骨头全去除，方便入口，软嫩又富有胶原蛋白。鸭肉本身都会比较柴，比鹅肉、比鸡肉还要柴。那我后来一个创新的那种做法，就是说，那我们把它剥成鸭丝。把鸭皮、鸭肉丝还有芋头泥夹心一层层铺好后，罩到外层酥香，用分子料理重组的概念来做芋头鸭。至于私房酸菜蒸鱼，迷人之处就在客家阿婆腌制的又咸又酸又脆的芥菜。特制的面包中盛装海鲜汤也颇受好评。你要在商业的考量底下，你要给人家一种它是一个家或者是一个休憩的地方，那它是一个享受美食，那让你自己心灵可以沉淀的地方。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。懂破归给经验啊，很宝贵的经验。大家好，很值得学，对不对？是，把别人的 K 厨当做自己的新起点。陈红化在不破坏原貌的基础下补强，让餐厅不只有美味，还留有独特的氛围。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一种故事的传承，然后也是一种创业精神的一种延续。制冰厂老建筑活化变成了客家美食餐厅。陈红化不但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也把一片荒芜的园地开创出新的价值。同步几个经验。伊搭得好，同步几个经验，伊搭得好。